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昨咱教会的快啊，还佫有咱的手中团啊，青少年的 Youth Band， 还佫有咱小小沙漠班啊，到伫即个圣经博物馆啊，伫华府的圣经博物馆，伫个所在，咱有献诗啊，咱圣诗，还佫有台语的诗歌，所吟的诗拢是台语啊，有袂少去参观博物馆的人。也拢来甲咱即个互相请安为着咱伫主的面前做即款的侍奉，咱献上感谢。今仔日咱照着教会的月日，咱是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大降节一方面是咧纪念耶稣基督，伊捌道成着身来到伫即个世间；一方面大降节嘛是咧听候主伊所应允的，主应允讲。我的确要搁再来。伫这大降节节期有包括伫圣诞节进前的4个主日。这4个主日，每一个主日开始的时阵，咱会点到蜡烛。第一个主日，咱所点到的，就是代表愿望，也是讲希望的第一支紫色的蜡烛。然后第二个主日，咱会点到第二支代表信心的蜡烛。第三个主日，咱要搁点到代表喜乐、粉红色的蜡烛。第四个主日，咱点到代表仁爱、紫色的蜡烛。最后到伫圣诞主日的时阵，咱也要点到中央即个白色的蜡烛。白色的蜡烛代表耶稣基督是世界光。当然，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咱有邀请港元兄弟伊的爸爸。甲着伊的2个囡仔维恩甲杰恩，伫即个所在来读圣经，以赛亚内面第7章14节的应允，先知有应允讲，以马内利要降临。当然，多谢港元兄弟、新弟兄因来代表教会来点到大降节第一节紫色蜡烛。这个第一节蜡烛代表愿望，咱期待互人有愿望的上帝。会通甲咱所有咱 CTPC 所有兄弟姊妹同在，互咱的生命常常是活伫上帝所赏赐的愿望内底。中国世纪出名的一个文学家但丁，伊留予即个世间介重要一本著作叫做《神曲》Divine Comedy 伫即个神曲内底，伊咧描写讲天使要带领伊去看天堂。看连日，也阁有要看地狱。伫要进入到伫地狱的门口的时阵，伊看到一排的字，这排的字是安尼写：要入去内底的人，就爱先放弃一切愿望；要入去内底的人，就爱先放弃一切愿望。地狱是啥物所在？地狱是一个无搁再有愿望的所在。咱现主时毋是活伫地狱。是因为咱活着也阁有愿望，总是咱会经验到咱的愿望。这个愿望，咱台语讲愿望，咱华文讲希望。圣经的时阵翻做指望无论是愿望、希望，也是指望，用英文拢讲叫做 hope。有时阵咱的愿望会变成做失望，甚至咱会经验到，咱的愿望若愈多，咱的失望嘛敢若较济。咱的愿望愈大，咱的失望也愈大。人的愿望是咱精神的动力，总是咱嘛常常经验到，咱生命幻灭的来源，就是咱的愿望袂通继续维持。伫文学、伫哲学的世界内面，常常咱看起这个思想家，因咧甲咱讲，人的愿望实在非常的软正。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有写一本出名的册，叫做《老人甲海》。这本册中间咧描写一个老人，伊是一个渔夫，伊坐船出去甲大自然搏斗，伊爱甲掠这个鱼，就爱甲这个风影、甲鱼来搏斗。这个老人伊用尽伊一切的方法，努力拍拼，伫足危险的中间，伊落尾掠着一尾大鱼，心内非常的欢喜，伊的愿望敢若达成。伊就将即只鱼，甲伊要
对着即只船要倒来到伫海岸的所在。无拍算伫即个要倒来海岸的过程中间，足侪鲨鱼将伊所掠即只大鱼的肉甲伊食了了。所以当伊到伫海岸的时阵，伊就讲即只大鱼入港，总是落尾即只大鱼是变成做一支真长的白骨，一支死亡的白骨。1952年，海明威用这本册《老人甲海》，伊得到普利兹奖。1954年，伊也因为这本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文学奖中间介悬的一个名誉，总是这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伊最后是用枪弹死家己来自杀。伊的愿望敢若拢无去。卡缪也写一本册叫做《西西弗斯的生活》，伊用希腊神话中间有一个人叫做西西弗斯，这个西西弗斯伊是咱圣经内面讲到哥林多，古早的哥林多有一个王国，这个哥林多王国的国王，用伊的故事来说明伊的了解。伊讲生命的本质是一个 absurd， 是一个荒谬。咱讲喊过荒谬无意义，所以人要活着，就爱去面对这个世界荒谬无意义的存在。但伫这个希腊的生活中间，这个西西弗斯因为得罪到天顶的主神叫做宙斯，然后伊受到刑罚。刑罚你的方法就是安尼，互伊对山骹的所在炼一粒石头。然后将这粒石头，你有法度练到伫山顶的所在，互伊停止伫山顶的所在，那安尼你的刑罚就停止。伊真拍拼，真努力，伊将这粒石头对山骹的所在，甲伊练，然后练到伫山顶。要到伫山顶的时阵，这粒石头非常的重，然后就搁落落来到伫山骹。伊就爱搁行落来到伫山骹的所在，搁一摆将这粒石头。练去到伫顶悬，总是要到的时阵，犹原搁再落来，一届搁一届，一届搁一届，一届搁一届，不断咧重复。卡缪讲，人生有的时阵就是安尼，人生就是咱敢若一届搁一届重复，才会无有意义。看起来敢若互咱有愿望，已经要到顶悬啊，总是真紧咱搁失望。所以认为讲，世界本身就无有意义。你若要活着，你着想好清楚，唔通搁再存任何愿望。To think clearly and hope no more。这是对着荒谬、坎坷、无意义的世界的反抗。只有你伫这个反抗中间检测，你会感觉你有幸福。迄个生活中间，也阁有一个甲愿望非常有关联的一个生活故事，叫做。Pandora's Box 咱家翻做潘多拉的盒子。伊咧讲，神明为着要刑罚地上的人，摕一个宝盒，互即个好奇的女子叫做 Pandora， 讲你毋通家拍开，你毋通家拍开，总是咱知人性，叫你愈莫拍开，你会愈想要家拍开，所以伊就将即个宝盒来家拍开。当拍开即个宝盒的时阵，真侪物件走出来。所造出来这物件，就是灾难、破病、被杀、仇恨、战争，种种这的罪恶甲罪恶所带来的灾难。当潘多拉看到这个这会歹的命运走出来的时阵，伊心内惊一跳，然后伊将这个宝盒搁甲砍落来。当伊搁砍落来的时阵，内面剩一项物件无走出来，这项物件叫做愿望。愿望。敢是人生痛苦的一个延续。人有愿望，敢是上帝神明、天顶的神明对着人的刑罚。愿望不断激励人去超找求有意义的代志，总是愿望敢若常常互咱坠落伫失望甲绝望这款的深渊。潘多拉的故事敢若咧甲咱讲，愿望其实嘛是甲遮的罪恶灾难。做伙其中的一部分，愿望真容易破碎，因为咱
所活在这个世界中间，咱要找真实，要找意义，总是咱的愿望常常到伫落尾是对伫失望。常时人的生命中间有一道咱袂通搬过的一个塔阶，就是死亡。所以人生要安怎去过？卡缪伫这个所在提出一个建议：你若要活的，你就爱埋葬你的希望。Hope no more. To live means to bury your hope. 活的，就是一届搁一届去埋葬你的愿望，直到你无愿望，通搁再埋葬的时阵。但这是咱看去，无论是伫生活故事、对文学作品、对地下的思想中间，人对着这个愿望这种的无信任。伫台湾白色恐怖的时期，有流行一条歌曲，叫做《保破网》。保破网实在是咧保希望。咱知影希望要掠去，就要有希望。希望甲希望是共音，所以这条诗歌咧讲保破网，就是咧讲保迄个破去的希望。歌词内面安尼讲，看到网目可红，破甲遮大空，想要保无半项，啥人知阮可痛？这是当这时台湾人民中间，侪人因发现，因经历到，因有愿望，总是这个愿望一再伫这个所在来破去，敢若亲像一个希望愈破愈大空，啥物人知影咱的苦痛？总是愿望敢是真正幸福？愿望的本质敢是真正是憾果？愿望敢是真正拢无价值？圣经要互咱学习啥物货？圣经要互咱看去啥物款的愿望？愿望是人类行往未来的一种力量。有愿望，咱才会通继续往头前来行。总是愿望有两个无共款的来源，一个是俗世的愿望，一个是对天而来属天的愿望。俗世愿望短暂有限，出自人的能力，出自人的理性，出自人的寄望，出自人的计划。人总是希望你好业，人希望你成功，你希望你永远健康，你无破病。总是这愿望常常受到咱家己本身的条件，也要受到外在环境的限制。随着环境的变化，随着咱能力的减弱，咱这愿望愈来愈渺小。这款的愿望最后是用你家己做中心，伊会受到时间甲死亡关系的控制，伊袂通搬过罪恶，伊嘛袂通搬过死亡。甲即个相对的，就是有一种属天的愿望。这种属天的愿望，毋是用你做中心，毋是对你家己本身所发出，是上帝所赏赐你。伫基督教信仰中间讲，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赏赐一款的愿望。这款的愿望会通有一个永远的性质，特别有一个特质，就是伊会通帮助你赢过你的自我，帮助你赢过你的罪恶，赢过死亡的一个界限。伫圣经中间，才会通显明这种的信仰的愿望的是亚伯拉罕。圣经咧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用一句话来描写伊，讲伊的信心是伫无愿望的中间，因为信，伊有愿有愿望；伫无愿望的中间，因为有信，所以伊有愿有愿望。英文的圣经翻了非常的水，伊讲这种的愿望是 hope against hope， 伫无愿望的中间，因为信所产生这种愿望。那这句话咧描写亚伯拉罕对上帝应允的信心，也互咱看出一种的愿望，伊毋是对别个所在来，是对相信上帝来互你的愿望。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对伊讲：你着离开你的本家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我要应允你，互你的子孙亲像海边的沙，亲像天顶的星遮尔济。这是亚伯拉罕伊的愿望的开始，毋是伊家己要希望我的子孙济济，毋是希望我会通到伫一个应允的地水的所在，
是上帝予伊一个应允。上帝应允讲：你离开这个所在，我要带你到伫一个老年甲密的应允地。你离开这个所在，这个时阵你无儿女，总是有一天，你的囝儿孙要亲像天边的星，亲像海边的沙。这款的愿望，毋是对伫阿伯拉罕嘅本身伊的渴望，毋是对家己本身有啥物款的条件，也是讲外在环境提供伊会通来实现这款的愿望。事实上，伫现实的战处，阿伯拉罕甲着伊的某已经是年纪大，照着人的看法，因应该无法度搁再生，袂当搁再生囝。所以上帝甲伊应允讲：你要成做济国的爸。这款的应允看起来是非理性，这款的应允违背咱的常理，这款的应允用卡妙的话，这是 absurd， 这是荒谬。总是阿伯拉罕的信心拄显明伫这个所在，因为伊的信心所相信的，毋是伊家己，毋是这个受造的世界，是迄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伊的信心是起造伊对上帝的应允。这种的基础，所以有这款信仰的基础，有对上帝的信息的信念，互伊伫眼前来看，看伊家己，看外在环境是无通有愿望，总是因为相信上帝，所以伫无有愿望中间，悠然有愿望。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第4章17节，伊咧注解阿伯拉罕的这个故事的时阵，伊安尼讲：阿伯拉罕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安尼讲，伊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会通互死人搁活，会通互无变成做有的上帝。互无变成做有，是代表讲所相信这位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会通互死人搁活，这位上帝是会通新创造的上帝，是通过救赎来完成新创造的上帝。阿伯拉罕的愿望。无在伫伊家己本身有啥物款可能性，伊是在伫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应允，也因为伊将伊的愿望起造伫相信上帝的信息，甲上帝的应允，所以伫伊愿望中间会通有一种超越的时间的限制，也超限现主是外在环境即种的信仰的高度。阿伯拉罕的信心，甲伫伊对信心所产生的愿望，互伊采取行动。伊相信上帝的应允，所以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伊离开本地本族，到伫应允地。后来伫上帝应允内面，伊得到一个宝贵的囝以撒。当伊得到宝贵的囝以撒的时阵，伊想讲上帝应允已经已经有实现，总是无拍算。上帝搁考验伊，上帝对伊讲：，就将你该疼迄个囝。来献互我。阿伯拉罕拄着真大的一个征战，你将这个囝互我，当这个时阵，你搁爱我将这个囝献迎互你，那安尼，我应该安怎来做？保罗先生直接讲，因为阿伯拉罕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会通互死人搁活的上帝，伊用具体的行动来表明伊对上帝的信服。阿伯拉罕。将伊的囝以撒要献予上帝，当时上帝已经知伊的心，无留予即个独生的囝，家己所喜爱的囝无予上帝，所以上帝也照伊所应允的继续实现伫伊的身上。阿伯拉罕因为有这款的信心，在这款的信心中间，伊有足大的愿望，伊愿望的就是上帝应允真真实实实现伫伊的生命中间。这是一种的愿望，这种的愿望，圣经甲伊讲是无通愿望中间，因为信悠然有的这个愿望，这个愿望会通帮助咱超越咱家己本身的限制，会通超越咱所面临外在环境的限制，因为这款的愿望是将咱甲上帝应允，对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听、上帝的关联牵连做伙。但阿伯拉罕所信奉上帝是会通互死人搁活，互无变做有的上帝。到伫新约圣经中间，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显明愈较清楚。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受苦，定十字架，显明上帝怜悯咱，
人民咱人有限性，特别是咱有限常时个会犯罪的罪行。伊用伊家己的痛来承担咱罪的后果，罪的代价就是死。所有犯罪人最后的结束就是死亡。总是上帝欢喜通过耶稣基督来担当这个罪的后果，是要互咱伫伊内面得到新的生命。上帝也无互耶稣基督停留伫死亡，伊是互耶稣基督对死决活，伊宣布死亡袂通克赢生命。耶稣基督的决活见证恩典会通克赢罪恶，生命会通克赢死亡。互咱伫这个所在看到这种愿望，这种会当超越咱自我生命限制，会通超越伫时间，也超越伫外在现实的这种永远的一个愿望。这种对上帝来属天的愿望，会通安慰咱，也会通成做咱行往未来一种的快乐。伊互咱伫咱的自我软弱中间、自我限制中间，伫外在遮尔济，咱眼前会通看到这苦难中间，咱犹原有勇气会通往前行，是因为咱知上帝应允伫未来会实现。伫这个失望中间，咱犹原维持信心，因为相信。伫无愿望的时阵，当我相信上帝的信息，当我相信上帝的权能的时阵，我犹原会通产生一种的愿望。这个愿望根基无在伫我家己本身，这个愿望的根基在伫迄个听我、常时对我信息、常时伊的应允，永远是真实的上帝。摩托曼这位德国介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伊对这个愿望来提出伊一个注解。看到这张相片，互我想起到伫1992年，我有机会到德国伫迄个所在进修当初时就是这位教授伫迄个所在指导我，这是我人生认为真光荣的一段时间，真幸运的一段时间。我会通伫这位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下面，伫迄个所在来授课，伫迄个所在来听伊侪的教导。摩托曼伊少年的时阵，事实上是过了非常的无好。伊原本是出生伫一个真好的一个家庭，伫这个家庭中间，伊读真侪册，特别是文学的作品、科学方面、数学方面的侪只的著作。伊对着德国过去的文化非常大的一个敬仰，内面有歌德，内面有遮的伟大遮的诗人，有遮的音乐的这个音乐家，也有遮的科学家等等。所以认为德国是一个荣耀国家。Deutsch über alles， 德国介伟大一个德国。伊希望伊一天会通成做一个出名的一个物理学家，然后来报效这个伊的国家。总是如此大战，将伊这款的愿望完全来甲伊毁灭。1943年，迄个时阵，伊只有16岁。这张相片就是伊16岁时阵，伊互当初时的纳粹征召来加入这个队伍军队，然后参与伫纳粹的一个战争。伊原本认为讲，伊是为着伊荣耀国家、荣耀祖国的战争，总是真紧，伊就体会这个战争所带来的残酷，甲着荒谬无意义。伫即个空袭的时阵，伊甲伊一个好朋友是共一体，两个人伫咧秘这个空袭的时阵，炸弹落来，伊的朋友互这个炸弹现场炸死去。伊目睭金金看到伊介好的朋友互炸弹炸死，伫遐伊非常痛苦，问家己一个问题：太安尼，是安怎死的是我的朋友，是安怎死的毋是我家己？面对战争的灾害，伊对着这个战争的正义性，希特勒讲，这个战争是一个正义的战争，伊产生了强烈的犹豫，甲着失望。后来，摩特曼伫这个盟军和这个英国军队甲伊掠去，伊正对是战争中间的一个俘虏，互关伫比利时当初时的这个战争的这个监牢内底，伫遐过3冬监牢的生活。伫这3冬监牢的生活中间，通我讲伊的人生是非常的黑暗，伊的失望达到伫顶峰。
强强要绝望，想要自杀。伊不得不爱面对伊原本掠做非常公营的一个国家战败这种的见效。上时伊家己过去用伊做一个德国人，感觉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荣光。总是这个时阵，伊感觉非常的见效。这段是一个孤单绝望的时期，对着未来唔敢有任何愿望，像是对着人生，对着伊家己本身做一个德国人，伊感觉非常的遥记。佮伫这个伫这个监牢内底，伊看到一寡影片，看到一寡图像。这个图像就是纳粹伫二次大战的时阵。屠杀犹太人，咱有机会到伫 Holocaust Museum 去看遐个图像。当伊看到了后，伊常我讲，伊对着祖国德国原本迄种的荣光感，原本对着伊所敬佩的即个领袖、国家的领袖，即种的信任完全破碎。伊含到真大的自我的谴责。伊讲，阮的国家。犯遮尔大的罪，我家己本身也是一个共犯。我甲我这个国家同齐伫犯罪。但伫这个绝望的边缘中间，伊开始去读圣经。伊原本是教会家庭内底人，总是父母无咧教伊读圣经。伊原本所读的，就是这文学作品、这数学、这科学，伊无要读圣经。但是，当伊开始读圣经的时阵，上帝的话伫伊失望中间，带互伊安慰。圣经所记载，耶稣伫十字架顶喊话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气死我？”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受遮尔大的苦难。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总是耶稣基督对死搁活，才会生育内面宝贵的故事，拍动伊的心。伊真正发现这样事，真正的愿望，毋是对人的努力，毋是对人所已经起造的制度，是对上帝救赎的稳定。特别是当人面对这个苦难失望的时阵，真正会通帮助你的，毋是你家己个人的努力，毋是你所倚靠的制度，是对上帝对你救赎的稳定。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担当人介深的绝望，总是伊的搁活。宣布新的生命的改变是有可能，但摩特曼将伊早期人生这款的经验经历着战争，真做俘虏，然后经历着死亡，经历着罪恶，这的经验，落尾安怎伫圣经中间看到愿望？落尾伊决定，当伊3冬对监牢出来了后，伊无搁再要去读物理学。伊讲：我这个时阵爱读的是神学。我爱读的是圣经，伊写一本著名的册叫做《愿望的神学》。通过这本《愿望的神学》，theology的福农来解说圣经内面要带予人的愿望。伊讲基督教信仰所予人的愿望，会通帮助人伫伊的精神上、伫伊的身体上来克赢绝望、犹豫、甲自我气杀。伫十字架所发出愿望的光。互伊看到真实的一个未来，伊深深体会到基督教真正的信仰，毋是逃闪这个世界，也毋是对着眼前的现实，敢若活伫失望中间、绝望中间。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安怎伫耶稣基督内面来看见生命改变，来看见社会改变，甲着看到人类整体改变。耶稣基督的搁活。拄拄是人上帝对着人世间种种的苦难、甲罪恶的抗议，甲着应允。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伊拍开伊两只手，是要来拥抱所有受苦的人，甲着受迫害的大自然。这毋是一个虚假的期待，这嘛毋是一个无奈的安慰，这嘛毋是一个荒谬的抵抗，这是对着人的罪，对着现世界的罪恶、死亡。甲着这战争所发出强烈的抗议。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会通成做咱愿望的一个根基，因为上帝的疼、上帝的公义、甲上帝和平的应允，拄拄伫十字架顶，咱看到一款的记号。上帝国的实现，耶稣基督来讲，上帝国要来咯。
伊要带领咱进入到这个上帝国，就是耶稣要带领咱所有相信伊的人，存一款的愿望，积极来参与对着罪的抵抗，对着现世上这会不义伫这个所在的抗议，上时通过这个抗议来见证上帝应允是真实。基督教的愿望，毋是对伫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是人类的制度来得到发展，是根据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所予咱的启示甲救赎。即款的愿望，毋是要互咱带去到一个亲像共产主义所讲的乌托邦，是要互咱通过实际参与伫上帝国即款的运动中间来实现的新天新地。伫这愿望中间，咱有看去上帝伫人的苦难中间，当人受苦的时阵，耶稣基督伫十字架中间，甲咱同齐受苦；当人死亡的时阵，耶稣基督伫咱的死亡中间，甲咱同齐死亡。总是通过这个受苦，通过这个死亡，伊有国活。这个国活要邀请咱，甲伊同齐来起造上帝国。一个目屎，所有的目屎会通拭干。所有悲伤会通得到安慰，所有病痛会通得到医治，所有羞愤无搁再存在，所有罪恶已经无去，有平安，有欢喜，有疼，圣洁的未来。真正愿望是对十字架苦难找到记号。十字架才是大地愿望，十字架嘛是咱人会通伫无愿望中间所看到的一个愿望。基督教愿望用上帝应允，成做伊所相信的对象。所以会通形成一种不妥协这种的信念，拒绝向着罪恶、向着死亡、向着邪恶来低头。这款愿望唔也通改变咱的生命，也通改变咱的社会，也通带来一种换新拯救的快乐，帮助咱迈向未来。这个未来是有疼、有正义、有和平的未来。十字架咱显明这位上帝，就是互人有愿望的上帝。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15章13节讲，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讲，这位上帝是互人有愿望的上帝。这位上帝是用将来成做伊存在本质的上帝。上帝毋是敢若伫咱内面，上帝毋是敢若伫咱的顶面，上帝是伫咱的头前，伫咱头前咧引带咱往前来行。这是互人有愿望，互人会通继续往头前来跑走，往头前来行的上帝。但这位互人有愿望的上帝，互咱的未来毋是绝望，是愿望。面对这个有互人愿望的上帝，信心才是种的美德。是望伫外在环境，你看起来无可能，总是你因为相信上帝应允，相信上帝关联，因为你相信，所以你知伊是种的可能。伫这种面对互人有愿望的上帝中间，你若绝望，绝望颠倒是种的罪，因为你无相信上帝的关联甲信心。这个互人有愿望的上帝要帮助咱，用耶稣基督内面的恩典所带来愿望去了解、去思考、去面对困难、去采取行动、去改变现状、去行往未来。伫耶稣基督从钉死伫十字架顶，然后佮对四个我的故事中间，咱通看去这个对上帝来愿望的一个记号。十字架就是这个愿望的记号，个我。就是这款愿望的快乐。伊必来书第6章19节到20节，甲咱讲，咱有一款的愿望，亲像啥物货？伊讲，亲像灵魂的定。十字架甲个我所产生的愿望，成做咱灵魂的一个定。定意思就是稳定、进前。敢若亲像一只船伫空风波浪内底，这波浪中间，这个苗、这个定会通帮助这只船会通保持伊稳定。像是这个定，你若个趴喺任何一个所在时阵，这只船会通往迄个所在来前进。愿望这是灵魂的定，要互咱基督徒的生命中间，伫现实的世界，侪风风影影中间，得到一个稳定往前的一个力量。因为这个愿望，若是咱灵魂的定，伊必来书甲咱讲，这个灵魂的定已经通未去到伫场里内。场里内所指的是圣殿内面的场里，伫圣殿中间有圣所，有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场里来隔开。伫内面的至圣所，这是上帝临在的所在。人的罪恶因为犯罪，所以人甲上帝有隔离。
这个长离就是人的罪甲圣洁的上帝中间隔离的一个长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就是要将这个长离甲拆离。所以圣经记载，福音书内面记载，当耶稣钉十字架时阵，当伊讲成了，对圣殿遐长离，对顶面到下面的所在分做两边。意思是讲，这个长离已经伫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工程中间，已经甲伊拍开了。拍开了这个长离，咱的主正做神风，要带领咱进入到这个救赎的道路，进入到伫上帝所应允咱永远同在的至圣所。基督徒的愿望，若是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基督徒的愿望，若是讲你将来愿望得到永远的生命；基督徒的愿望是你对这个时阵到伫永远，上帝甲你三角地带，以马内利，上帝甲你三角地带，这款的愿望。耶稣正做先锋，带领咱行往一条通往上帝至圣所的救赎的道路。伊的受苦甲死亡，互咱会通进入到伫上帝荣耀所在。伊为着咱提供军队的一个榜样。基督徒的生命虽望悠远，伫这个世间会经历苦难，总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甲罪恶。咱伫伊内面会通看见这款赢过罪恶、赢过死亡这种的记号。这个记号，咱指向咱的未来。咱的未来毋是悲惨，咱的未来毋是虚空，咱的未来是自由的荣耀。因为咱的未来是甲上帝三角地带迄个至圣所内底。伫这个大讲节的第一个主日，咱在期待什么货？咱在愿望什么货？咱所要听候，咱所要看去，就是这个愿望的记号。但这个愿望的记号已经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甲个我中间，咱来显明。这个愿望的记号会通互咱的信心愈得到坚定，因为咱毋是带着一个埋藏愿望的 Pandora's box， 咱是带着一面会通互咱看到愿望圣经的物件。这个愿望的记号会通互咱的灵魂无搁再漂流，咱毋是踏着亲像Sisyphus这个绝望的脚步，这个荒谬的脚步一步一步在行。咱是跟对耶稣基督的道路，对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行。这个愿望的记号，要互咱的生命真实得到平安。咱毋是伫地角的门口，伫迄个所在咧徘徊，咱是已经一步一步往着上帝为着咱所备办迄个至圣所来进行。兄弟姊妹，这是咱的主，互咱看见的记号。为着这个记号要明显。伊伫十字架顶，伊做成救赎的工。愿咱拢会通伫即个十字架看到即个愿望的记号，请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你是互人有愿望的上帝，帮助阮。当阮看十字架的时阵，互阮会通看到你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内面，为着阮所备办迄个愿望的记号。当阮看见这个记号的时阵，阮会通伫无有愿望时阵，因为信，相信你的信息，相信你的听，相信你的救赎，相信你的应允。阮伫无通愿望的时阵，因为信这个，阮会通得到愿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See
心爱的